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是國內上懸等級的身心障礙競技賽事。台南市頂屆比賽總共得到59面金牌、55面銀牌、51面銅牌，排名全國第3。今年比賽，台南市總計派出193位選手參賽，比賽項目包含田徑、游泳、倒球、羽球、健力、射擊、網球、籃球、保齡球等15項競賽種類。黃偉哲講，今年代表隊陣容會當講是空前堅強，希望會當打破過去的成績，得到更加好的表現，期盼選手會當公贏倒轉來。我們這次的台南市的代表隊可以說空前的陣容堅強，經過2年的準備跟努力，我們今年的派出黃金隊伍。那在113年2年前的時候呢，我們獲得55金、51銀這個54銅，那獲得了很好的成績。那今年呢，我們還要特別的再加強、再加油，也能夠希望能夠打破這個過去的成績，獲得更好的表現。那也期待選手的表現能夠讓我們的觀眾、讓全民看到，我們等着他們凱旋歸來幫他們慶功。會中，市長黃偉哲也將市旗交付體育總會理事長吳志祥，希望台南市代表隊會當旗開得勝，再創佳績。總會的理事長代表了全隊，老者揮旗吶喊，讓我們祝賀球隊能夠旗開得勝。真感謝阿毛，也感謝咱的陳局長吼，伊接個局長了吼，辦迄個全國的啦，啊個迄個全中運啦啥吼，足濟攏大型的，啊辦了也真好，咱非常的辛苦。最後有只祝福吼，咱在座咱只所有咱只好朋友，恁若辛苦，我攏會當甲你尊重，我一定甲你尊重，啊，叫咱這邊的成績會當更加更上一層樓。體育局表示，將會持續積極推動身心障礙體育發展，透過完善訓練資源、優化運動設施，及擴大參與機會，打造更加友善、多元而且包容的運動環境，讓每一位熱愛運動的市民都會當安心參與、盡情發揮，共同營造健康活力的運動城市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